接绳结，我们要将2条绳子连接在一起。现在我们以绳子的2端来做一个示范。先将这一端抓一个绳耳，抓一个耳朵，而且是一个有交叉的耳朵。那请把有交叉的这个地方放在它的上头，上方抓成一个有交叉耳朵。这是一个没有交叉的耳朵，没有交叉的，那我们就把它拿着这个没有交叉耳朵，从上方，这个是上，从这个绳洞的上方进入之后呢，这个红色的绳头，请你穿过我们刚刚穿入的这个绳洞，这样子，这4条线，1、2、3、4，这4条线把它拉紧，你就完成了接绳结了。再做一次，首先抓一个有交叉的耳朵，而且呢，这条绳子请你是在上方，这个是没有交叉的耳朵，一样从上方进入，将红色的绳子穿过这个洞，那我们一起把这红色、绿色、绿色、红色，还有下面这2条绳子一起拉紧，就完成了接绳结。